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6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北研警的万人血清调查发现有11个人有抗体，推算全台湾可能有11800个人体内有抗体。有风声讲，陆委会按说明年要修正港澳关系条例，未来香港资金袂使看作外国资金，要阻止中国资金来投资台湾。伫中刑失踪40天的查甫人，昨半暝人找到了320公斤，已经送病院治疗，加上要罚50万的赏金。先来看国内今仔日增加7站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病例，分别是为菲律宾、美国、和罗西亚入境，其中4例是罗西亚的艺文表演者，因伫11月29入境有阴性的检验报告哦，隔离期满却验出有病毒。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要宣布有新增的7例境外移入的个案。好，那分别从菲律宾、俄罗斯、美国入境哈。那这里面我们有俄罗斯有4案，那菲律宾2案，那美国1案。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有这个比较大家可能比较注意的是俄罗斯籍的艺文表演团体哈，总共有4位，那在昨天确诊。那今天晚上就有演出，检验出来又马上把这4位已经到医院去了，所以跟其他人的接触的时间几乎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请这个荣总，再对剩下的48位，我们紧急的裁剪。但是如果万一里面有验出来是还有阳性的话，那我们再讲是说我们就要请他们停止演出。咱台湾的社区到底敢有人患着武汉肺炎，抑毋过拢无出现任何症头咧？台北研警最近嘛完成万人血清的调查，发现有11个人血清内底有抗体，以5%来推算，全台湾可能有11800个人体内是有抗体。抑毋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讲，这个研究的重点是肯定台湾的防疫，用来推算全台湾感染的情形，无该套动。国内新冠肺炎，阁有万人血清调查完成啊！伫中华关卫生局针对中华关内的民众做万人血清检验了后，台北营总顶一日嘛完成万人血清学的调查，找到11个人血清内底有抗体。那以台湾整体血清抗体阳性率5%来推算，全台湾可能有11800个人带有新冠病毒的抗体。台湾一定是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那没有被我们的检疫系统侦测出来，因为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有大概10个本土病例，并没有找到传染源。台北营总研究团队是伫今年5月份到7月份，检测1礼拜门诊甲急诊，用20岁以上民众抽血剩的血来做检验，拢总有14000外的检体，查甫查某是各占一半，9成的检体是为门诊来的，结果找到11个人的血清抗体是阳性。不过专家认为讲，这个数据无一定都是真正的情形，因为抗体检验会出现为阳性，而且是种人类感冒冠状病毒内底，有可能会验到新冠病毒的抗体。是否他的病人里面有这个确定病例，还有从国外回来的或是确定病人的接触者？另外，也不适宜把这个研究从这医学中心的研究回推到整个全台的一个人数。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这个研究讲到台湾整体阳性率比其他的国家要更较低，肯定台湾伫防疫是做了真成功。不过，这个研究也是有伊的限制，包括无法度确认抗体阳性的人，敢就是确诊的人，或者是确诊患者的接触者，还佫有敢是为外国转来，所以并无适合用来推估全台湾感染的人数。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顶礼拜5高雄的茶山，有人爬山煞去互枪支扫着脚着伤，原本是怀疑讲附近的海军陆战队的连下枪，也毋过后来发现，这枪支有可能是海军陆战队伫海上演练发射的枪支。高雄地检署是表示讲，这位民众已经向军方提出伤害的告诉了。爬山的人看起来真艰苦，坐伫涂骹，骹目顶悬拢是血。伊怎样嘛想袂到，伊甲朋友伫咧茶山4张前附近休困的时阵，会去互枪支弹着。在去高雄茶山发生流弹伤人的意外，原本军警照现场捡到的50支枪枪支的弹头，估计是茶山山脚海军陆战队爬场射击训的时阵拍出来，毋过上新的结果出来啊。当天确实有海上演练，是一个507枪海上射击科目演练。那经过警方到现场比对，也是以海面射击的角度较为吻合，但是此部分仍有待进一步的
弹道比对才能够厘清。原本就是枪击是对案发地点超0.85公里，海军陆战队伫咧茶山山脚靶场，毋过后续军警调查，东港在伊靶场并无使用50支枪的枪支，颠倒是搁较远的海军陆战队伫咧茶山海七哨早起的演习的时阵有使用这个枪，那就是因为海面的风影伤大等等的因素。技术官兵伫咧海上的 M8快艇操作50支枪的时阵，拍的角度伤悬，弹道的抛物线下过茶山的山区，拍到2公里外66岁姓陈的查甫人。被害人的部分，在我们展开调查后，他在警察局制作笔录时，也正式提出了过失伤害的告诉。高雄地检署表示，一切原应该等待调查结果。若是这个案件属于告诉乃论，姓陈的查甫人已经对军方提告过失伤害，若是军方有过失的责任，可能会进一步提起国赔。海军陆战队是表示，尊重检警调查的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局势紧张，传出咱的陆委会暗示明年要推动修法修正港澳关系条例第31条，把香港资金就等于是外国资金的这条规定剔掉，要来阻止中国资金透过香港来台湾投资，影响国安。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的经济变化是真大。根据了解，陆委会明年施政计划会推动修法，修正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31条，把港资等于是外资的规定剔掉，要阻挡假港资、真中资渗透入来台湾。那就是披着一个港资的外貌，但事实上它背后确实是有很高比例的中国影响力。港资保护伞拿掉，回复这些企业，其实背后是中资从严审查，这样才是正确的方向。经济民主联合进前就捌几届呼吁，要阻挡中资入来台湾，影响国安。罗中强基地进前南海集团投资双主成案，就是标准的假港资。铜锣湾册店创办人林永基认为讲，香港即马确实已经等于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政府确实爱对背后资金的来源有警觉。美国那个国务卿也公开说嘛，李希伟把香港当成是中国一个管制的地方，那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要防止他们过来捣乱台湾的话，应该是这样看。另外，嘛传出政府刷落来放令香港优秀的毕业生来台湾食头路的限制，嘛检讨放令香港专业人士来台湾工作居留或者是定居的限制。林明基表示，伊是真赞成，有感受到政府对香港人的支持。目前修法甲放令的标准，陆委会甲相关的部会拢表示，抑阁伫个研究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12月7日，中油大基非洲查到奥迪的石油再登来台湾，也毋过说传出讲，中油伫2016年就已经甲查到矿区一半的股权拢卖互一间中国公司。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是要求经济部爱清楚来报告这项代，今仔是最后的期限。早起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经济部会以保密的方式甲报告送互立委，内容敢要公开，互委员家己决定。12月7日，史上头一批由台湾开采原油真青叶到台湾，中油伫咧查德矿区开采油产有重大进展，毋过说传出有半数的股权已经伫咧2016年卖互中国海南华信国际投控公司。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要求经济部16拜3进前提出完整的报告，所以国民党立委洪仲圭要求伫咧会议开始进前，经济部长王美花应该爱先报告。你是5点要送出来咯？16号16号早上要开会你就送出来，为什么要等到下午吗？那用密件的方式先处理，好，那今天一定会送到委员手上，是。什么时间可以送出来？快点。我请中油本来就在准备，今天要送过来。王美花表示，尊重委员会审查报告的内容，嘛由委员来决定讲报告的内容敢有适合对外公开。毋过有中资背景的公司有中油的股权，外界烦恼讲未来中油对查德矿区的经营权是真危险，甚至会引起国安问题。民进党立委陈廷辉指出，中国华信已经倒去啊，未来中国国营企业可能介入。现在35%跟35%就变成我们根本就没有影响力。那大家知道说，华信跟查德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缜密，甚至中国跟查德也有所谓的行贿的状况。我们这边应该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就依据经济部指示的时间，由部里面来做最后的决定。经委会召委杨庆英要求经济部甲调查报告伫中岛进前送去调查立委的手里，而且安排议庭要求经济部甲中油来进行专案报告。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台北市民伦社会主体租金上过悬引起争议。台北市都市发展局是讲计算确实有淡薄问题，会来做调整。市长郭文地今仔态度嘛放软，强调讲租金会使重新来计算，也毋过因为法律未去追究过去，所以已经签约的租金就未变，未来才会来做调整。议员监督预算是天经地义嘛。他有问题，我们就拿回来再检讨，然后再恢复嘛。反正预算还没定案，大概就是这样啦。租金我们可以重新计算啦哈，但是原则上法不溯既往是很重要的。我们下一次要在换约的时候会再公布说，我们新的租金是这样。但是你说已经租出去了，他突然要去修改租金，在法律上是不对的。郭文地强调讲，面对社会主体上贵的3间房的厝，申请的人只有4成会手抽到，计绍是比附近的8、5折更愈较低，所以想要租的民众嘛是真侪。1间房间、2间房间的，拢只有1成的人会使抽到，真侪人的抢。目前租金是未做调整要等3档后重新签约，才会来调整计效。咱再来看中共的军机昨又搁飞来咱国的西南空域，空军广播嘛头一遍放送讲，你已经进入阮国家的领空。国防部副部长杨德平今仔是否认讲，中共的军机有飞来咱的领空哦。另外，昨举行的下水典礼塔甘南总统蔡文伫面册是讲，2023年底会使完成6只，也毋过国本原本是规划讲2025年会来完成3只。国防部是解释，因为目前的情势真紧张，数量增加是希望会使来提升防卫战力。超过6600公尺的中共机注意。中共军机15侵入台湾西南空域，空军出动公布区里，头一届发出你已经进入台湾领空，引起外界关心台海情势敢是有警报。国防部副部长周铁平16日立法院进行预算报告，否认中共军机有侵入领空。若是总统蔡英文主持海军多角级飞弹巡逻舰塔江南的落水典礼，展现国南国造的成果。嘛，伫人面册写讲，要伫2023年年底会当完成6只，所甲国军原本规划2025年完成3只，有明显的出入。跟台团那个有做过研讨，他们认为他们的能量是可以做出来的，龙德对。他们可以，那我们的预算可以吗？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全案的预算不会改变。多工经军咱起造机是减少2档，数量搁对3只翻倍做6只，预算是要拄倒位来。针对这件代志，国军强调讲，专案的预算未改变。国军拍拼伫咧发展国防自主，110年年度国防预算是要到3668亿，创历史新高。毋过，南亚立委向积极阻挡国防预算，蔡总统真罕见的讲重话，在野党3度也是冻结预算的项目，拢是国防战略关键中的关键，像讲江南高教机 F-16升级。针对这件代志，江启臣是真不满，上阵张铁平批评国军记载介绍是世界欧北团3600多亿的预算，3不到5亿，被你讲成卖国贼，被你讲成党了100亿，然后你们不出来澄清，你们还任由假消息不断的放，要去了解，什么叫你们要去了解？你要不要澄清？不是，我要去了解他那个计算的方式是怎么样。江启臣强调讲，国防预算3减无到5亿，煞去用乱讲做阻挡要正100亿，外后所有立委要求国防部对台湾人发布审查结果。刘德平表示，会进行相关了解来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后面为了要控制科技大厂，最近公布数位市场法甲数位服务法这2项草案，望讲会使来约束业者公平竞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嘛下令讲，要求9个社群媒体爱来说明是安怎来收集用户的资料。后面加强对科技投机的管控，15公布数位市场法甲数位服务法2项草案，想要透过真悬的罚款，要求贴资甲分贴等等的方式，避免科技业者伤过头扩张。The two proposals they serve one purpose: to make sure that we, as users, as customers, businesses, have access to a wide choice of saf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line, just as well as we do in the physical world. And that all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Europe, that can be big ones, that can be small ones, that they can freely and fairly compete online, just as they do offline. Because this is one world.
作为市场法已经加禁止面册、Google 甲苹果等等的科技头角因的垄断行为，针对违规的线顶资讯守门人，上悬会当罚全球年营业额的10%，甚至会当下令跳图公司来做最后的手段。所谓服务法同款锁定用户超过4500万人的线顶平台，必须要采取更较侪作为，处理平台顶悬非法甲争议的内容，违规者上悬会当罚年营业额的6%。伫这个时阵，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嘛伫10时下令亚马逊、面册、Twitter、YouTube 等等高经社群媒体，还是影音串联平台，要就公司安怎收集、使用甲呈现用户个资来提出说明。Wha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ants these 9 companies to do is to hand ov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at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and then used. And in particular, they're interested in how the data is collected and used on young people, on children and teenagers who could be using these services. 美国媒体 CNBC 报道，这高间公司收到指令了后，有45天的时间会当做回应。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咱个来看澳洲东部最近有风台甲大影，新南威尔斯昨嘛有做大水的警戒，伫东北方的黄金海岸，万那村和上梅洗过一大片拢是泡的海哦。科学家是解释讲，这是因为大风大雨去滚加海水内面的物质产生的现象。另外，最近伫泰国的曼谷哦，空气污染嘛非常的严重。澳洲黄金海岸15出现大范围的水泡海，吸真侪人去佚佗。It's very fun.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Seafoam is largely protein that's coming from degrading organic matter in the oceans, and that would largely be plankton, algae, a little bit of fungus, a little bit of bacteria. And as it degrades, it forms something that is kind of like the surfactants. Right now, here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we know the months of November and December are coral spawning months. So there is a lot of goo in the water right now. And lots of wave and wind action. 澳洲气象局警告，新南威尔斯连续5天伫大雨、强风甲大水当中，部分地区淹水50公分。所幸的民众爱注意警报，可能随时会收到特例通知。目前机压系统往南转移，调向雪梨，到时阵可能有大雷雨，按算16会慢慢转好。泰国曼谷甲主要河流交汇野河15大伫嘅烟雾当中。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ประจำวันก็คือเวลาเราเดิน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มันรู้สึกเหมือนมันแสบจมูก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ถึงว่าคันคอมันก็จะเกิดอาการไอพอไอปุ๊บคนก็มาจะคิด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โควิดหรือเปล่า根据曼谷大都会空气噪音污染办公室嘅资料，因为空气品质伤过歹，这个都市有13个所在已经超过危害健康等级。因为都市发展伤过紧，甲周边地区受农作物，曼谷每年无落雨季节空气污染拢会更较厉害。公视新闻黄云玲编译。今年歌手阿妹要去台东跨年演唱，台东县的饭店佮民宿房间拢红订了咯。也毋过最近嘛传出讲有民众去订到假的民宿，花钱咯煞找无业者，警方是呼吁民众要订房之前，就爱看好详细。剩半个月，台东县跨年的张惠妹演唱会就要伫台东市滨海公园举行，按算会吸6万人。台东县拢订无房间，即马有人利用抑个空房名机，盗用其他民俗图片，成立一间叫做欢乐时光民俗网站，提供订房，抑个爱先付3万外的定金，各个民众付钱了就失联，甚至查无地址，经过台东县政府甲警方查证，确认是诈骗。这件案子之后，我们有去查对，那确实是没有这家民宿的登记资料。该网站提供的汇款账户不但一直更换，甚至被害人在汇款之后失联。这间诈骗的网站设计，经过用网络以图找图，发现是盗用宜兰一间民俗图片。民俗业者知影了后，已经甲网页设计公司要提出侵权告诉。台东县民俗协会也呼吁民众，订民宿有真侪管道营查，查清楚才决定。我们跟官网那边制作公司有讨论的结果，他是说他们那边会帮我们处理后续的问题。这样，公安局的旅宿网呢，会把所有全省呢合法旅宿都会登录在里面，那从里面去搜索，绝对就没有问题。台东县民俗协会表示，全台东有1000多间民宿，元旦跨年已经订满，所以去抑个有存在的订房，呼吁民众爱细致查证。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有统计显示，讲去年10月份到达，敢若是台北市的外送平台、外送员的车号都有超过2300件，一天平均超过5件。有市议员是提案讲要来提悬外送员以外险投保的费用，嘛要求主管机关来提出办法减少交通事故。骑机车人，无论是风台落雨也爱骑，外送人员也是同款。不过，随着美式外送平台流行，外送人员车号时常意外也未少。外送人员出面讲，因为送物件时阵会有真着急的提示音，大声一直播送，除了造成因心情紧张，时间压力之下，车速也加紧。可能在店家等餐，他餐还没好，系统也会跳这个声音出来。他就会一直跳，要问你说店家还要多久？可能你也会赶时间，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比较担心说在路上会发生任何事故，因为主要车速比较快。根据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外送平台外送员的交通事故，近半年来每个月拢超过150件。11月也阁有216件，也就是讲平均每天至少有5.4件意外发生。其中各区大安区是常常发生车祸热门地段，所以有议员呼吁，将外送人员原来意外保险为200万提悬到300万。我们可以在明年度开始，这个跟业者以及外送员的座谈会当中，我们会再来提出，业者应该要给我们的外送伙伴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空间啦。另外，台北市进前通过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将这业者替外送人员投保意外险这保障。议员质疑，为咗业者想要闪避条文，将公司搬离台北。所以也呼吁由中央来制定外送人员的相关制度，才能打破地域限制，保障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培养国防科技的人才科技部今仔宣布讲，要甲国防部做伙选3间到6间的大学，以及未来5年内底要投入50亿，希望会使培养150位有国防科技专业的硕士、甲博士，希望未来会使成为国家国防产业重要的关键。过去的国防的科技其实比较单纯就是陆海空，然后加上一些资通电而已。那未来呢，它不只是陆海空，它资通电连资安、资讯、通讯，还有机器人等等都进来了。那你会发现，未来人才跨领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重要性也非常高。所以我们将来呢，不会从单纯的领域去规划这个案子，我们会从实际上需求领域去做。那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整个学院中心会分成7大领域。科技部表示初步会来推动包括智电通信、个智慧化科技、前端动力系统、加飞行载具等7大领域。因为国防科技需要长期的投入，所以科技部甲国防部伫规划中是设正悬经验的奖助学金，希望使起优秀的人才来投入国防科技的研发。咱再来看中研院今仔公布明年台湾经济情势总展望的研究因为台湾的疫情是控制了袂歹，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达到2.71%，明年预估会使达到4.24%。因为产业目前的转型、甲汇率等等原因的影响所以为未来传统的产业恐惊会愈来愈弱势。中央研究院大大估计，明年台湾的 GDP 会有4.24%成长率。中研院分析，因为台湾的疫情控制得真好，预计今年经济成长率达到2.71%。国内经济伫咧今年第3季甲第4季嘛已经开始恢复，对外贸易嘛开始稳定。即嘛对国际新冠疫苗小连续上市，估计明年经济恢复的力头会更较强。今年不管怎么样，前半年是相当差的哈，那所以全年的基期是比较低，所以明年一定会超乎我们原来很多人的这个预测的数字。不过中研院嘛坦白讲，经济成长也是有3大不确定的因素，包括疫苗发展有成果，但是做的时间不确定。另外，中美继续对立，台湾也是有地缘的政治风险，而且目前台湾是伫咧估价、储价啊个汇率3个拢欠悬的金融市场，有起现复苏的趋势。电子业甲传统产业的差距愈救愈大，呈现2种情形。我们的电子产业持续的这个增产这个投资制造都持续的这个增加，但是传统产业呢是 K 的往下走，
那一半了哈。那化学工业年减6.17%，民生工业年减3.7%。中研院分析，后疫情时代产业形态改变，高科技受惠较济，佮加上刺激器带动租金嘛对得起。预计并会差距未来继续较大，少年族群也是收入较低，传统产业第一线员工会受到袂少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新竹有一名社区的查甫人，伫11月初六伫禁止骑奥多摆的中型变电道，互管制人员抓落来，伊个甲车等的人就走入去崩坑内面哦，后来佫跳落去200米悬的山壁。失踪40天，伫昨半暝找到人咯，也毋过伊的身体是真虚，至少320公斤。警消人员赶紧送伊去病院治疗。这名找到伊的人，家属卖互伊50万的赏金。你没有受伤啊？姓杨的民众带警消人员来到国关山区一搭废弃的电厂，发现失踪40天姓区的男性倒伫遐，伊伫涂骹铺塑胶布，身躯也盖塑胶布来保持体温。昨天晚上10点多。接获一位杨姓民众来派出所报案，说在台8线1.3K 的对面台电废弃的工厂后山的山洞，发现有一个民众躲在那边睡觉，吓一跳啊！我说怎么？我不是去找他，我是去打猎，因为我1年会打一次猎，年底，差不多年底。当下看到的时候，真的把我吓死。经过40天，姓区的男性总算互人找到，不过因为一直无食物件，已经320公斤。伊讲这段期间，敢若啉水倒3顿，搜救人员先提供水和饼，互姓区的男性止腰。你先慢慢吃，休息一下。你先坐着，应该就是他了嘛。但是因为伊的身体真虚，警消赶紧甲伊按落山。送病院了后，恢复状况真好，已经会当正常食物件，目前也是咧住院观察。瘦了，非常的瘦。在一路上。送他下山的时候，一路搀扶到一半的时候，他体力不支，所以后来是用背下山。警方表示，姓区的男性11月初六总入去中华便道就失踪，警消一直拢有咧搜救。虽然家属要去台中地检署告警方涉嫌渎职，但是警方认为救人要紧，尊重家属。即马人找到啊，家属感谢警消的协助，也会撤销告诉。另外，会照约束，互替因找到人的这位姓杨的民众50万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不满中华县政府本来编上1000万的违建拆除的预算，后来互抬到只剩132万。公民团体早起到县政府头前抗议，因指出中华县目前是全国农地违章工厂上济的县市，伊嘛批评中华县的县长王惠美是违章之母。公民团体演出行动局要甲违章之母的旗仔颁予中华县长王惠美。赢得环保团体一致赞赏。违章之母，实至名归。中华县今年编1132万拆违章建筑的预算，不过红点才敢若剩132万。公民团体提农委会的数字，讲中华县府为107年开始，这3年违章建筑的工程总面积上大，去互民众检举上侪届。中央交代的代志无处理的数量是上侪，还佫有拆除的经费倒头算是排第一。目前它已经涨到3000多公顷，都是违章工厂在农地上面。对，所以我们认为彰化县不能因为这个没有预算就不去处理这个他们早就知道存在的问题。当然，故乡做有机农业的中台湾农用基地成员柯鹏峰指出，为农委会统计资料发现，中华县的农地疑似是工厂占用的，增加932公顷。呼吁都要落实工厂专区，嘛且中央对中华县府伫新增加的农地顶悬去违章建筑的工厂，所拢无处理的情形，都要积极介入。然后跟我们农业生产跟居住环境可以有适当的隔离，各自在适当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必须的。我们的中央尤其是经济部必须要针对地方政府的一个不作为，然后做整个以代为执行。针对这点，中华县建设处表示，预算已经不是头一届去洪检，袂有影响。因若有公安疑虑的违章建筑，会优先拆除。经发处表示，中华违章建筑的工厂为7000外间豆豆减少当中，今年9月份了后，有针对农地顶悬新增加违章建筑的工厂，采取断水断电的做法。光在彰化县里面，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7000的数字左右，所以那这些都在公府法修正公布之后的一个辅导的范畴之内。今年9月份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之后，事实上只要水公司跟台电公司它没有不像以前这么方便的给予供水供电的话，事实上现在这些建筑长出来也没有用。
公民团体要求中华县政府针对农地顶悬新增加违章建筑的工厂，爱搁较有强制性断水断电的作为，才会当互中华县脱离农地工厂污染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桃园市的环保业者嘛真不满，因为因讲桃园帮外县市处理垃圾，结果家己桃园的垃圾毋但无通倒哦，处理的费用又搁起价，因要求市政府应该优先来处理家己的垃圾。另外一寡伫桃园也毋过拢无垃圾的企业，应该甲家己的垃圾带转去工厂登记的县市处理。40多台环保车16日早伫个桃园市政府头前，环保业者不满外县市以保护当地业者甲居住环境做理由，严格限制其他县市废弃物进入。另外5年来，垃圾处理费为每吨2000块起价4000块到8000块拢有。停留半点钟了后，搁去台北环保署တင်情。我们要来回都要1-2个小时啊。所以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啊，跑太远了，桃园都不能到啊。桃园市本身的水回处理量一天只有50吨而已，那桃园市的水回一天将近200-300吨，那水回都没地方倒啊。环保业者表示，桃园市以环境优先理念，无限制外县市废弃物进入桃园，反倒来互桃园废弃物无所在倒。望拟定自治条例，优先处理桃园废弃物。环保局回应，会向中央主管机关环保署反映，以跨县市协商为优先处理方案。桃园的环保业被外县市、被各地的政府欺负得很惨、很凄惨呐，所以我们废弃物都没有地方去。废弃物的处理是一个跨区域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一个县市可以单独立来处理该县市的一个垃圾问题。业者指出，桃园市工厂真侪废弃物占全台湾1/10，不过真侪企业将工厂设伫桃园交税，予其他县市，按市府提出魄力，要求企业交税，或者是将废弃物查登去企业交税县市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为伫热水溪卖了单12号傍晚入口边最近有环保志工是发现讲，红头蛋真侪垃圾，佮烧起来味是真臭。云林县环保局是表示，现场除了垃圾，佮有一寡电线甲电池，已经采用化验买来检验附近的水质佮土壤，看敢有去受到污染哦。垃圾是上单的，警方嘛找人。环保局的稽查人员来现场，甲土挖开，佮发现讲内底有物件长得烧，而且有一尊的臭味。最近伫咧落水溪卖了单12号报花的入口边有环保志工发现遮去用倒不明的废弃物，所以通报环保局。很浓的有机挥发物的一个味道，然后也要求了那个桥头派出所登录，然后看看那边到底有什么样的车辆出入。那所以我们发现了现场就是有一些经过燃烧的灰渣。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接到当地民众通报了后，15日派稽查队员来现场采样。不过现场这寡废弃物拢已经烧作糊，甲土坝掰开，才发现讲有一寡电缆线、电池等等的废弃物，即马要来对查来源。初步的内容判断了哈，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废电能的问题了哈。那我们再评估分析看看，是不是属于一些事业废弃物，会影响环境。也会通知市核局紧速来把它做一个清理，不要影响环境了。环保局表示，目前已经请警方透过附近的监视器来追查行为人，若是这块废弃物的内容，要等待采样的结果出来，才会当确定。除了加强稽查这个区域，避免这款代志搁一摆来发生，嘛会针对水、土壤来采样，确认讲感受造成污染。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早起伫行政院头前宣布，公投9海草大的第2阶段人数开始。作家张小峰嘛来声援，伊批评讲台湾的政客虽讲爱台湾，也毋过因爱的是台湾的钱，毋是环境。国家文艺奖的得主王碧玲嘛甲剧团伫行政院头前来演出，呼吁大家来做伙来关心海草大。可以看到这片海洋充满了生机。加出剧场以行政院门前做舞台，国家文艺奖得主王碧玲带领剧团团队演绎海草大丰富多元的生态。但第3天然气接收站兴建伫遮，造成生物活伫乌色污染的恐怖当中。
人类为了发展而对大自然的破坏，而对生命的残杀。为着要保留古乐青年的海草大，款团行动不断，嘛发起公投联署，即马进入第2阶段。作家张晓峰嘛来声援，几人年前伊为着保留202兵工厂湿地，向前总统马英九下跪，再次为着环保生态站出来。伊批评政治人物上爱讲的通关密语是爱台湾，但在伊看来只是爱钱。他们也爱台湾，爱台湾的钱不叫做爱台湾。现在的政客没有本事把台湾变得富有，只有本事去摧毁台湾既有的成就和生态，这是让我们非常痛心的。学者嘛批评大潭海草大和国际海洋保育团体认定是真有保育的价值，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希望的热点，却想袂到保护伊竟然这么困难。这是一个国耻等级的公投提案，明明是一个稀世珍宝，却要用到这一招公投这一招，才能够希望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环保团体代表一合理行政院头前发出珍爱海草大连署达标的口号，嘛指出23月中旬必须要提交35万份连署书。目前所剩的时间并不多，平均一天要收集5000份，所以必须要强力来冲，连过年都袂当休困，才有可能达标。记者林曾志成台北报道。咱再来看屏东潮州的福安宫，有上百年的历史，去年才打征收，也毋过最近煞互检举讲庙区占用着都市计划车路，庙方早是招1200人来斗牛大扫，甲将青洞的规间庙刷到边仔的空地啊。现场千外位的民众分做8组，大家做伙抢大扫，现场真热闹。真足看庙师下底铁管豆豆啊刷尾10公分，刷庙的大工程总算是顺利开始。地方盛事。盛事，我们都没有经过这种拉庙的活动，所以大家集了被公的福气，我们大家就来这边参与盛事。这间庙拢总1200栋，你要刷1000万人刷是刷袂定，但是阮有机来辅助，本来辅助伊安尼刷的时阵，有一个大家意思来。遮尔侪人拢来甲八公斗搬厝，因为这间福安宫对日本时代就是潮州在地的信仰中心。开发了后，变做伫个路中央，去年才开始要征收。煞因为是伫个都市计划道路，可能爱拆除，庙方才决定租下边仔的空地，要甲规间庙刷去新的所在。上困难所在是因为你要刷到伊所在遐目的地的时阵目的地的时阵，就是爱挖起来，挖伊个基础，啊，迄基础咧扛落时阵，这是技术上功夫爱盖好较有法度。庙方按算短40米，规间庙阁爱西向90度，上无7-8天的时间，最后阁爱开1个月时间学基础固定，才算是完工。迄时阵土地公就有新厝通住。记者陈家军、赖维做屏东报道。有一寡伫台湾的外国人是反映讲，政府予因的统一证号伫网络要买车票、买物件，定定拢无法度申请会员。瑞进部是表示，明年的正月初2开始，就互外国人甲咱国民同款编码的身份证号码，未来就应该袂有这款的问题咯。用翕相机记录记者会，点点滴滴。这位来自法国的摄影记者瓦力，伫台湾已经年外。伊甲伊伫台湾的工课甲生活，但是却发现居留证顶悬的统一证号，伫咧网络买物件也是拆火车票的时阵，检核定定会有问题。When you check on like for example a banking website, they're gonna say your ID, it's a wrong ID number. Some others will say we only accept Taiwanese ID numbers. 外国人伫网络顶订票买物件无改利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统一证号是用2个英文字甲8个数字的编码号。欧洲商会讲，自2010年开始向台湾政府反映要改善这个问题，总算伫明年正月初2，外来人口的统一证号会比照国民身份证的1个英文字甲9个数字。其中较无共款的是，身份证是用1甲2来分性别，统一证号是8甲9。这个日子我们等很久，会让我们非常方便。
终于可以参与跟进入电子商务的世界。因为旧版的统一证号伫120年正月初1日后全面停用，移民署表示，伫这个时间进前，若是无换新，旧的统一证号同款会当使用，不过第1年换证是唔免钱。需要来办理延期，或者是更新资料，或是补证换证的时机来办理，不用特别跑一趟。内政部强调讲，换新的统一证号了后，健保、驾照、甲银行的口座会当透过下机关的资料相直接，所以唔免专工走一抓4个去改。对这件代志，欧洲商会是表达肯定，嘛强调讲会继续观察实施的情形，看敢是真正这么利便。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有一个老师为了要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因小少做伙准备课程，望囡仔拢会使介意上课。下午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来看这个老师是安怎来发挥创意，让上课变较好耍，更有意思。第5个所叫做友善购买，有吗？有完成吗？你们觉得刚刚有哪部分有友善购买？全都是良心，全都良心。这个买物件的算意是为算专学校的创意来的，让囡仔家己去算，才了解游戏的目的甲现实状况的连结，嘛让囡仔去学安怎关心社会议题。我想要让台湾的囡仔加一个选择，让我的囡仔加一个选择，就是你会使认真读册，你嘛会使去学足侪迄个才艺，但是有时阵你会使拨一寡时间来关心这个世界。班的等就会是来的人，就敢若你。除了算专学校团体，徛伫教育第一线的老师，阁是用下冷血强备课程，参与各种演习工作坊，积极找创新的教学方式，带动囡仔的学习动力，让因快乐的学习。那你若看到你的囡仔拢有咧学习，你敢爱做？爱啊！你着知这方法有用啊，你会当无做嘛？袂使啊，爱做。囡仔未来袂当等，教育改革嘛袂当干是口号。为着让创新教育变作一般平常时的教育，为教育部到学校、老师到民间团体，拢积极参与，替所有囡仔带来更较好的自我发展的学习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云林的原种的东西社区哦，一大关怀据点。前一阵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时代拢踮伫厝里哦，出来参加活动的时代就愈来愈少。即马咱的疫情是控制了袂歹，所以得个招这的时代到互我做伙来做运动。那么做伙来看卖。来，正脚，倒脚，正脚，倒脚。对轻快的节奏，听老师的指令，中辈拢真认真的做运动。看到因面顶表情满足，就知影因的心内真欢喜。手呢，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从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开始，吃饭，还有平常的家事，都一定会用到手的力气。那如果手没有力气的话，其实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所以我要让就是年长者都知道手部的力气是很重要的，我们平常要靠训练，才不会越来越没有力气。因为咱老了体一寡筋络较无顺安尼安尼这拢袂掉真好。真侪研究显示，因为血声一年一年增加，咱人的筋肉会渐渐流失、退化，肌肉的质量若过头少，无法度支持身体活动，爬楼梯、赶菜篮，对椅仔爬起来，甚至连起床行行拢有困难。这款情形就号做肌少症。老大人若要避免得到这款症头，补充营养和接运动，就是大要紧。云林县元种乡潭西社区的关怀据点，就专工安排课程，请老师带社区的时代运动，加强长辈手部的气力，让因伫生活当中脚手保持美丽，身体维持健康。讲伫内底上惊讲有疫情的关系，大家搁戴口罩吼，较无方便。所以呢，阮前朝就9月底吼，就锁了外口上，到目前呢。人潮搁转来啊！伫大厝口上课，出勤个熟悉，老师利用活泼的口号甲趣味的念谣，引带社区的老大人做运动。课程多元搁深色，后来上课振动身躯的时代，感觉毋但对身体有帮助，会当含厝边头尾活动，心头也加真开阔，生活愈快活。记者综合报道。偏乡是不比都市，要看一医生，买一物件，可能就要搬山过鸟。屏东县政府就伫几个偏乡的卫生所设行动商店，互民众伫咧看医生的时阵，嘛会使顺便买一寡生活用品，这真正是真大心的服务。
货车顶悬载满满的食物、饮料甲日常用品，边仔冷藏车内底嘛有牛奶甲豆奶通买，还佫有营养师伫咧现场替民众把关饮食，要互乡亲的食食更加方便佮健康。蛮方便的啊，像以我们这边里那里来讲，几乎都没有商店，像要临时需求的。方便蛮多的，他们没有时间出去做这些采买，那所以说呢，可是我们在照顾的很多个案里面，很多都是需要营养去做一些搭配的，就是卫生局这边呢，就是帮着我们就一起去媒合。这是屏东县府推动的行动医护长照服务，甲在地行动商店合作，由卫生所带医师、营养师到厝来判断老大人需要补充什么营养，互因唔免出门搬山过岭去市区，就会当接受医疗照护，嘛会当就近利用行动商店买到适合的营养食品。就是一定要走入社区，然后进入他的家庭，然后呢，真正很了解这个个人，我们才有办法给予的一些的照顾。虽然即马敢若5个偏乡的卫生所有咧合作推动行动商店的服务，毋过实施的成果在地居民拢真满意。按算未来阁会推广到其他偏乡，通协助偏乡的长照服务更加周至利便。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婚姻土库，有请专业老师带民众去街头巷尾，林仔在地宗教文化，佮有在地特色的食食咯，会使听地方上的故事，佮有好食物仔，所以大家拢算甲真欢喜。听讲师讲真趣味的文史故事，这站大家到已经有100多栋历史的土库福德宫，民众伫咧庙内找岁月流来痕迹。一寡知识吼，这其实伫学校学袂到啦，就讲趁这时间来，大家出来吼，了解到咱较早先人因的人安尼寄付吼，才有法度得到一下保庇咱大家村民安尼平安健康啦。因为我对田野调查有小可兴趣，因为我本家嘛是伫庄脚大汉的囡仔，我的故乡较无迄种意识，讲咱对于咱故乡的文化去了解。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地方的历史定定会得到一寡许多人登记了的消息，所以在地青龙特别办一系列的土库微旅行，也邀请地方的文史讲师带民众到地方行踏，就是培养导览也个文史记录的人才。安尼嘛，吼，文史保留了，咱较会知影讲咱过去有咱过去迄种所发生的代志啦。这我感觉讲安尼，只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啊，安尼较有一个自信，伊的信仰宣这样的看，吼，迄个一种自信甲光荣感，吼，咱了解了，咱就较有自信。伫土库镇内面的巷仔人内面人，高结合宗教民俗甲美食，会当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土库的历史文化甲人文风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地新埔有一间古迹中式家庙，经过3档外的整修哦，按说要用中式家庙来做主题，变做是一个儿童故事馆，帮助囡仔会使来了解在地文化甲祖先的过去。新埔顶馆的中式家庙起点当地7年，原底是一栋2层楼的建筑，日本时代复火烧去，后代子孙登起了，敢若剩1层楼。有一段时间渐渐放远，最近经过3档外整修，才互老建筑的风貌重现。10几年前，因为年久失修，有虫蚁的危害严重，所以确实有点会倾倒的那个危险，所以要重修那个工程。照原来的方法去考证，那个是最困难的啊！也当初花了比较多力气去找一些学术研究，也知道了它原本是怎么去处理这个湿壁画，然后也去透过一些剥漆的方法去考证它原来的题材。中式家庙对顶啊到厝内底地板，全部拢是用青豆石来铺，虽然目前无人住伫内底，不过保存甲真完整。过去家庙头前，佮开放附近居民拍照啊。那我们希望结合着历史文化的保存，然后再结合现在让我们传承我们的后代的像我们的子孙啊，像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我们新埔非常漂亮的一个宗祠家庙里面来使用这样的场域。中式家庙修好了后，未来升做新德馆第1座以中式家庙为主题儿童故事馆。
囡仔通好伫遐哪佚佗，哪实在客家文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家己用袂着的物件摕出来义卖做爱心，毋若真小宝，嘛会使帮助别人。即马有人捐一寡中国的乐器，组成一个乐器银行，看对一间学校有欠，就送去倒位，互学生使用练习。学生伫台顶演奏美妙的乐声，即阵囡仔使用的乐器拢是来自乐器银行。各学校用袂着的乐器，阁有民间团体甲产业界囝妇要来支持偏乡学校的音乐教育。这位来自卑南高中的学生，喙唇到下颌长长一期，是因为培养马冰车事件留落来。学校因为这场意外失去2位老师和3位学生，学校用音乐带领师生行出悲伤。几年前因为火车的意外事件，我刚好有机会到卑南国中，看到这个学校特别透过乐器艺术来。对师生做一场最好的疗愈跟抒发，而且呢，更把这个难得获得到的这种资源把它又另外一个展现。这个特别的感谢校长还有我们同学。教育部为2016年开始委托实践大学办理乐器银行，希望丰富偏乡的音乐资源。这几冬落来，计共募到2119件乐器，每学生共200多间的学校。我们继续来善尽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希望将来每一个学校都有乐器，每一个学校都可以有乐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想要接触乐器的同学都有一个乐器。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乐器银行其实是教育部咧推动美感教育内底一项真重要的计划。乐器银行会当顺利执行，是产官学共同打拼的成果。嘛鼓励学校民众甲用袂着的乐器捐出来，互偏乡学校有搁较侪接触音乐的机会。记者杨淑静、曾培文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今年全世界唯一一届的日全食天狗食日，伫南美洲14个中岛发生。智利佮阿根廷有真侪人，虽然天气真歹也毋过嘛是去外面来看这个天文奇观。虽讲天气无好，伫咧6月18号，智利中部阿劳坎尼亚地区的民众也是兴处处。过昼食饭了后，就挂喙暗甲穿雨伞来外口，集体伫遐咧等，到底是何方神圣会当互因安尼？原来就是伊。就伫咧当地时间8日下晡1点32分，月亮全部甲日头炸掉咧，世界规个变暗，现场的民众嘛欢喜甲大声喝休。伫咧阿根廷的部分地区嘛做伙研究拄日时变暗时的即个时阵。今年地球顶悬唯一一届的日全食，就发生伫咧智利甲阿根廷1条90公里宽的地带。现场的民众讲，迄当阵毋若乌天暗地，温度嘛明显降低，感觉真凉冷，时间差不多延续2分钟。若是智利的民众，去年才看过400多年以来第一届的日全食，即个估计上无有10万人来看。Tuve la oportunidad de participar el año pasado en Incahuasi, estuve particularmente y este es totalmente diferente con lluvia. Pero claro, la sensación es increíble, impresionante. O sea, no puedo describir el momento del aviento de la gente, bueno, es impresionante. Así que nada, la raja, me valió la pena venir sin duda, independiente a la lluvia. 若是即届天狗食日，伫咧短短2点钟以内，经过日时变暗时，又过来看到天光的过程，嘛，互真侪人真感慨。Es como que me dio la sensación como volver a renacer. Dios quiera que bueno que todo esto que venimos pasando termine y que sea. Tengo la sensación que esto va a ser un antes y un después. 日全食的天文奇景，互人看到目睭拢唔甘呢。真好运会当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的人，嘛希望世间的苦难会当赶紧记到天光的时阵。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今仔明仔载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佮有东部地区天气会较凉冷，其他所在早暗嘛是拢会较凉冷。北基隆、北海岸佮有台湾东北部的山区，佮有到台北山区嘛拢会落雨，而且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